我细汉的时阵，就爱唱歌一歌的，就想要以后大汉会当做这个歌星，做歌艺的歌星啦。咱嘛是讲条件歹也是安那，为什么爱带迄个外企的？啊，人我是叶桥啊，迄细叶啊，就真险啊！我有迄个才调啦。从我细汉当了，就一直没办法面对，每天都哭。